心月，你有没有看过美国那个电影《狮子王》那个动画片？看过。我小时候也挺爱看的。然后我记得，好像有一个镜头就是，辛巴他爸死了，然后他在那个山崖上面，然后夜空上呢，就出现了那个老狮子的那张脸。我不知道你信不信啊。反正我是信人死了以后还是有在天之灵的。我想。来来，给我们粉丝宝宝打个招呼。丽丽，怎么样？这是我们2个粉丝代表，大家一块来。来，把东西放那。来，分着。玉皇，你稍微小声一点啊。看着气色不错，好点吗？有什么想说的？哪里来的粉丝啊？夏夏说想给粉丝发福利，就安排了2个粉丝代表过来看丽丽，怎么了？不是，这是网上写明的活动。对呀，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啊。不是，这两天你干什么呀？神神秘秘的，疑神疑鬼的。不是，你听我说，楚总，你马上下楼给他办出院。这怎么能行呢？丽丽现在需要休养啊。你听我的，没错，我现在没工夫跟你解释，好吗？哎呀，看什么呢？我跟你说，我不同意啊。然后看见旁边有个男的骑着摩托车，那个人好像一直想透过车窗看我，然后就疯狂的超车，紧接着一个急刹车，车就不受控制了。除非你给我一个正当的理由，这关系到丽丽的健康。搞什么呀？你听我一次可不可以？算我求你了，行吗？好，我可以信你，但是之后你必须告诉我理由。好，你赶快去办出院手续，记得从正门走。好，照顾好丽丽。我知道。那你好好休息，我们先走了。拜拜。你回来了？把门关上。把门关上。怎么了？这么大声？你跟楚总刚刚在说什么？我们得马上办出院。出院？怎么那么着急啊？那个骑摩托车的追上来了。怎么追过来了？换衣服。脱衣服。
脱衣服。喂，帅哥，你找谁呀？听不懂人话。我问你找谁？有病吧你？你想干嘛？别过来啊！我跟你说，你盯着我干什么呀？我告诉你，我最不喜欢男人戴墨镜了。哼！我叫护士了，你敢？护士，护士，有人要骚扰我！护士，护士！怎么了？他骚扰我，闯进我房间。你谁呀？你找几号床呀？你谁呀你？还有啊，你们医院怎么管理的？随便让人进来，小心我投诉你们！你赶紧走吧，赶紧出去，别打扰我们病人休息。快滚！讨厌！这屋里大。你看他还往后看，还回头呢啊！好，别看了，别看了，滚吧，快走，死变态！快走，快出去吧，死变态！出去吧。滚！对不起，走错了。没有走，没有走错。小天儿，你怎么穿成这样啊？啊，你有这个癖好啊？不是我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不明白？哎，我跟你说啊，你要有这个癖好，你千万不能表露出来，会影响我们节目的点击率啊！什么呀？你听我说，因为刚才来的一个死病。就是他，死变态，他又来了。你谁呀？这大热天穿皮衣不热啊？穿皮衣不热啊？护士，怎么又是你呀？你不是走了吗？你赶紧出去，你别在这儿了。我真的要投诉了啊！你再不走，我报警了啊！投诉啦！我投诉啦！快走，我盯着你。这人什么人啊？啊，什么人？小天儿，这人是谁呀？不是我跟你说，李新月现在不是已经是网红了吗？他红了，所以有很多粉丝。他就是其中一个变态粉丝，跟踪李新月很久了。所以你穿成这样？对啊，所以我让你们赶快从医院搬出去呢。对，新月呢？哎，完事了，他走了。丽丽，慢点啊，慢点。哎，小心。哎，丽丽，快，咱们收拾一下，赶紧离开这儿。啊，对，你带他从后门走，我去看看那个死变态还在不在了。哎，你小心点儿。走吧，快！我们已经上车了。臭小子，怎么了？
喂，老爹，这边出状况了。什么情况？他们终于来硬的了。今天，他们派了一个杀手过来，到医院，估计是要干掉李新月，但是被我化解了。我跟那个凶手打了个照面。那人长什么样？我已经把他侧写描述发到警局里去了。这个人的打扮是一个摩托车手的装扮，但是他在医院里边把头盔给卸了，通过医院的监控应该可以查得到。小马，混沌，来，马上调取他们所在当地医院的监控录像，尽快找到金小天说的这个人。是啊。第二，人我们会查下去的。你那儿还有什么新线索啊？以我现在推断，李新月跟这个贩毒案件基本上没有关系，应该可以排除对他的嫌疑。那李新月跟这幅画到底是什么关系？这幅画为什么能吸引这么多人的注意力啊？我具体还不知道，那幅画里边究竟有什么，他没跟我说。不过我会继续查。好吧，我等你消息。另外呢，注意安全。我明白。来，干杯！干杯！这一杯啊，我们庆祝丽丽顺利归队，康复出院。对不起啊，是我拖累了大家。哎，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呢，是我们大家都平安无事。小天说的对，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大家平安无事。但是丽丽，我现在对你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从今之后，不能再擅自离队了，行吗？好，我答应你，从今以后一直和大家在一起，直到终点。好，来，一言为定，吃吧，吃吧。等一会儿，我要拍照。等一下啊，等一下。快点。呀，哎，等一下啊，我要换个角度，换个角度。来吧。哎，你们等等我呀！哎，大伙儿吃饱了吗？吃饱了。丽丽，吃饱了吗？吃饱了。阿飞，买单吧。啊。一会儿啊，我们到了酒店之后啊，好好休息，明天继续出发。朱总对我们实在是太好了，每天吃的也好，住的也好，景色也好，这是名副其实的浪漫之旅呢。那必须的。请问哪位是楚先生？啊，我是。前台有人找您。好，收拾一下，准备出发。啊。什么事儿啊？不能进去说啊。boss，这2张信用卡不能刷了，都被冻结了。跟银行确认了吗？确认了，都被停了。肯定是我妈看了节目搞的鬼。我给她打电话。哎。妈，是我。你心里还有我这个妈呀？这还是今年以来你第一次主动给我打电话。赶紧回上海，回到我身边。
我已经停了你的卡了。妈，真的是你干的？我也是为了你考虑。你们还没到终点站呢。这一路上就麻烦不断。妈，这些都是小问题，我不能因为这些小小的困难就中途放弃吧？那你就试试看，没有家里资金的支持，你一个人能走多远？喂，妈，喂，豹子，怎么办呀？皮夹克，这个，啊，还有这个，都去刷一遍。阿飞，哎，扔过来。没想到那么多卡，最后能用的只剩这一张。太后大人这招釜底抽薪可太狠了，早知我就不跟太后。我问你，是不是你给我妈打的小报告？天地良心，boss，我那不是打小报告，我那是工作需要啊。再者说了，太后她老人家和你，那就是孙悟空遇到如来佛，强中自有强中手，一山更比一山高。太后大人她是懂事，您呐是太不懂事儿。阿培，我告诉你，以后要是你再给我妈打小报告，我现在就买上机票让你回上海，你信不信？不，boss，我不敢了。那现在怎么办啊？今天这酒店是定了，明天咱还不知道住哪儿呢。这个项目不能就这样搁浅，咱们最少还需要多少钱？7、8万吧。还剩多少？1万，撑不了几天。撑不了几天也得撑，死撑啊！对，死撑。我有一馊主意啊，咱把这车退回去，然后咱坐着飞机直接去目的地，大团圆结局 ，perfect。boss， 我这智商怎么样？智商为0。咱这是房车旅行，没房车，粉丝看什么呀？啊，也是，横竖一死，就是死也得跟他们交代清楚。你们俩快回自己房间休息吧，我真的没事的。那不行，我们得看着你啊，万一你又偷偷的跑了怎么办？我都答应过大家了，以后真的不会再走了。我得亲眼看着你才放心。金小天，你说你女朋友丢了，你都发现不了，我也是醉了。收好。Kevin， 你们怎么来了？有件事情要跟大家说一下。怎么了？我们没钱了。没钱了？什么意思？公司账户上就剩1万了。1万？那咱们这旅行怎么办啊？不是还要吃饭住酒店的吗？而且我们这邮费都不太够呀。
不是，所以说现在咱们只能回去了。回去？我妈总是这样，一到关键时刻，就想用钱来要挟我。那也不能回去啊，我们想想别的办法呀。凯文，你是怎么想的？丽丽，你知道这个项目我做了很长时间，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真的不想放弃，但是我又不想把大家带到一个绝境当中。只是因为钱的问题，不是其他原因吗？就是没钱。只是钱的问题，我觉得你不用太担心了。我们这儿有5个人呢，怎么样都能想出赚钱的方法呀。已经确定了目标，就不要这样轻易放弃吧。我们好不容易出来了，就这样半途而废回去，也太可惜了。对啊，可是现在我们的费用连下一站都撑不过。要么我们大家先凑凑钱，把钱撑到下一站，然后我们再边走边想其他赚钱的办法。你们看行吗？我那个直播上打赏主播的收入，现在还有1万多的余额，我愿意都拿出来。凯文，我这儿不太多，还有3000，我马上打给阿佩。哎，太谢谢大家了，这钱到了目的地我都还给你们。其实我刚才就想这么说了，就没好意思的。你说什么说呀？你自己钱不怎么不拿出来？我都好几个月没开工资了。闭嘴吧你！丽丽，你安心养伤，一会儿我跟阿培去制定一个新的预算。boss，咱们就剩这么点钱了，每一笔都要精打细算。现在高速都不敢上了，以后吃喝住宿更是个问题。现在也不是抱怨的时候，我们应该想好每一笔钱应该怎么用，最好还能有新的进账来继续咱们的旅行。夏夏，你的直播收入怎么样？直播的收入倒是可以继续增长啊，但是最近都很不如之前了，而且这个钱1个月只能提款1次啊。boss，所以说嘛，咱们不能头脑一热就往前开，这一箱油它坚持不了多久。别慌，你先好好开车。这样吧，我想到一个方法，咱们可以不住酒店，女生睡房车，男生搭帐篷，你们觉得怎么样？可是这样也休息不好啊，毕竟是长途旅行，白天还要直播，晚上睡好是很重要的。咱们本来不是高端旅行吗？这一来就变成穷游了。不是穷游也挺好的，更接地气嘛，说不定还能涨粉丝呢，是吧？对呀，小天说的对。你们看，我在地图上发现有一个怀化的小镇，就在我们前面。咱们可以在这个镇上找一个便宜的旅馆先休息一下，尽快赶路。咱们到了繁华的地方，再解决经费的问题。丽丽，你觉得怎么样？好，我没问题。那我也没问题。既然2位女生都没问题，那咱们就全速前进吧。彭队，公安部 A 级通缉令，湖南那边有2个运毒犯正在逃窜，其中1名是713运毒大案的主犯，2个人刚出狱不久，又开始贩毒，真是死性不改。713贩毒案，根据传输过来的资料来看，他们最后的现身地点在怀化市。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慢点。应该就是这家了吧？闪亮国际花园大酒店，楚总，你确定这是大酒店？哎，这不是预算有限吗？大伙儿拿着行李进去看看呗。啊？好，厉害了。住店啊！哎，老板，您这地方也能叫国际花园大酒店？我们这里的空气和环境那是非常好的，是天然的大花园，没毛病。哎，你这个跟网上的照片差得太远了吧？哎，这点手机信号都没有。我们这里是偏了一点点，你信号肯定是有点不太好啊。你们要是打电话的话，还是座机比较方便吧？开5间房，5个标间。5个标间，标间就剩3个了，另外2个是3人床的房，你们自己看。哎，boss，咱们预算有限，将就一下。行，没问题，3个就3个吧。那我就登记了啊。登记吧。哈，我们这里是稍微偏了一点点，所以呢，就是大概登记一下就可以了。您设备可够原始的。行了，那还给你们。来，我带你们上去。我还用钥匙？你来，夏夏，我帮你。不用。这是你的，我的房间。啊，这是你的。哦，好，谢谢。那我先进去了啊。啊。这是你的。军警很快就会现身。张海沦陷以后，国民政府高层要大力保住南京，他们决定恢复启用巨鲸。标间，这是你的。夏夏给你吧。南京之战进行兵棋推演。看来现在是抓到巨鲸最好的时机。这个徐副主任死之后，谁呀，大哥？啊，谁呀？刚住店的几个小孩儿。这么偏的地方还有人来啊？哎，现在这帮年轻人不好说。老板，这房间里被子湿的呀。我们这里就是这样，比较潮湿。哎，等等，你这不是比较潮湿啊？你房间那么脏，被子还湿，你怎么住啊？你得给我换个房。我们这是小旅馆，每个房间的格局都是一样的。哇，你这也是。南世佳，现在咱们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将就1晚呗。老板，你要是有房间就给我们换一个嘛。
可是我们每个房间的格局都是一样的啊，这换不换有什么区别？你要是让我帮你换个被子，没问题，别的没有。那你有没有朝阳的房间？阳面的房间是有啊，可是已经被人家给住了。你要是想换的话，那也要人家同意才行。赶紧吃，吃完了你去探探去吧，到底是干嘛的？我去啊，就几个小屁孩儿，怎么了？怕了？兄弟，咱现在出来一天是赚一天，啊？谁呀？我是楼下的老板，我许的客人想跟你们换一下房间，不知道可不可以呀？行了啊，来了。哎啊，不好意思打扰一下，这两位是住在旁边的客人，想要跟你们调换一下房间，你们自己商量啊。好，谢谢老板。是这样的，我有个朋友啊，他有风湿病，他住不了阴面的房间。看现在宾馆里就你们这间房子是阳面的，看能不能换一下。我大哥这里病着呢，不太舒服。大哥，没事，育人方面，育己方面啊，换没问题。你去收拾点东西啊。那实在太感谢了。那我帮你收拾一下行李吧，要不然。哎，不用，自己来。那挺不好意思。没事。要不我帮你把那个垃圾给收了？哎，兄弟，这个我们自己来就行了。啊，不用了，兄弟，我跟你讲啊，我这有一臭毛病，自己东西呢不该让其他人动。这样，你们俩赶快去收拾收拾，咱一会儿就快点调换就完了，别耽误休息，好不好？那行吧，我们回去吧，让他们收拾。那谢谢了，真不好意思啊。没事。哎，赶紧收拾啊！对。大哥。目前在逃的2个犯人中，左边的这个叫周润泽，昆明楚雄人，在云南参与运毒时被警方盯上。周润泽这个人呢，做事极为谨慎，隐匿的手段很强。唯一能够识别他的地方呢，就是他手腕上的这个纹身，一对蝴蝶，这是他为了纪念他女朋友留下的情侣图案。那这个纹身，他现在身上还有吗？为了隐藏，他可能洗掉了，但是呢，纹身的痕迹依然可以看到。我们推测他会想办法隐匿这块地方。我帮你收拾一下行李吧，要不然。哎，不用，自己来。从他们最后出现的方位来看，应该是逃向了怀化市，而这个区域正是我们的同志金小天和李新月的房车旅行团途经的位置。英子，冯队，金小天联系上了吗？还没有，已经打了2个小时的电话了，一直没有联系上。接着打，打通为止。是。咱们楚总房间开个小会。好。这么晚还不吃饭，怎么又开会啊？开个小会啊。刚才我出去的时候，碰上了跟夏夏换房间的那2个人，他们提出来想搭我们的顺风车，到了目的地之后，会给我们一部分路费。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油费不是又着落了吗？就是。那这好事儿啊！咱们车上不是正好还有俩座吗？是啊。不行。那个什么，我觉得那2个人我们都不知道他们什么底细，就这么贸然答应他们的话，不太安全。你想太多了吧？他们跟咱们换房间的时候不是挺爽快的吗？我觉得人挺好的。那不一样，好吧？可是眼下我们确实也需要这笔钱啊。就是啊，再说了，我们这么多人，怕什么？就是。不行，我反对。啊，4票同意，1票反对，反对无效。行了，先这么定，咱们赶紧下去吃饭吧。吃饭，吃饭。走吧。走了。一会儿想吃点啥？我特别想吃。你不看路啊！这么大箱子看不见呢。都别走啊！都别走！赶紧打开看看里边东西摔没摔坏。我告诉你们，我这里边装的都是贵重物品，要是摔坏了，你们给我赔。你喊什么喊？你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吗？不好意思啊，你别着急呀，真的没看到。这没坏啊。你看，这不是没坏吗？没事儿。它现在是没坏，可是不代表以后不坏。要是摔出裂缝了，我回家以后碎了怎么算？不是，你到底什么意思？赔钱5000。多少钱？5000。你讹钱呢吧？什么5000啊？讹什么钱？这又没坏，你找什么事儿？你有病吧？你们的人摔翻了我的箱子，我要赔偿是应该的。怎么着？我这可是没坏呀！不是你这小姑娘怎么回事？你吵什么呀？你吵什么？你吵！哎，走，赶快，走！哎呦，不是，好好说。快走！你们给我等着！切。大哥，下面怎么了？偷人东西了，吵起来了。我觉得是姓金的这小子，不会是警察吧？不应该。我观察了半天，不过这小子身手不错，有两下子。大哥，那咱现在怎么办？咱跑吧。大哥，咱要是不跑，万一被认出来，那咱就完了。不是没认出来吗？认出来就晚了。大哥，你到底咋想的？绑了他们，当人质有个保障。再说他们有车，到哪儿都方便安全。行，大哥，我听你的。